主后2022年12月初5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因带我的灯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19篇159节到144节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。我一定要安尼遵守。我受到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喙欢喜献的娱乐，搁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还佫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还佫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心所喜爱。我专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遵趁，直到生命结束。对你无忠心的人，我厌恶。我所喜爱是你的律法。你是我闪秘的所在，是我的保护者。我仰望你的应允。做歹人啊，着离开我，互我通遵守我的上帝的诫命。求你照你的应允扶持我，保守我的性命，互我无因为仰望你失败见效。求你扶持我，我就得救。我要不时专心遵行你的命令。违背你命令的人，你拒绝因的诡计会失败。世间的歹人，你看做粪扫，甲因除去。所以我喜爱你的教示。我因为行为你，规身躯皮皮喘。你的规律，互我惊吓。我有实行公义正直，求你毋通甲我放互压制我的人。求你保证你的路卜事事亨通，无受到骄傲的人压制。我仰望你的拯救甲公义的应允，直到目睭花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对待你的路卜，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是你的奴仆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捌你的教示。上主啊，现在是你行动的时，因为人破坏你的律法，所以我喜爱你的诫命，比金比纯金搁较爱。你为万事所定的律例，我拢遵行，所以我厌恶一切虚假的路。你的教示奇妙，我尽心遵守。你的话一个解释就发出光，连憨直的人嘛会了解。我喙大开直直喘，较无你的诫命。求你回头看我，怜悯我，亲像你在对待敬爱你名的人。求你照你的应允，引带我的脚步，无容阮罪恶管辖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的压制，互我通遵守你的律例。愿你用你的面的光照你的奴仆，教我捌你的命令。我的目屎亲像溪水直直流，因为人无遵守你的律法。上主，你是公义，你的判断公正，你颁布的律例公正，完全可靠。我非常受气，亲像火要甲我吞灭，因为我的对敌袂记得你的话。你的话纯真可靠，你的奴仆真意爱。我卑微，互人看轻，毋过我无袂记得你的律例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你的律法真实。我受到患难忧苦，还佫喜爱你的诫命。
你的教示永远公正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通活以上。因带我的灯，有数十只远洋舰舰乘台出航，去要征战讨伐。伫长途航行的中间，有一暝大大雾，毋过舰队悠远急速前行，一刻也无停歇。瞭望员徛伫舰顶上悬的位，眺望头前面，伫蒙雾搭满的大海，远远看到一道微弱的灯火伫对面迎来。舰长用探照灯拍信号，要求对方随时转向，以免互弄着。毋过对方也回信号，搁要求军舰应该即刻转向。舰长非常袂瘾，继续甲对方施压。只有数十只的舰舰要通过，请闪较边仔咧，以免家己讨皮疼。若是对方也回信号，这是一座古老的灯塔，请恁家己决定是毋是要转向。歹人有时阵就亲像这位舰长，仗势欺人，掠做家己讲的话就是真理，会晓检讨别人，却袂晓检讨家己。世人伫上帝话语中，深知世上真理只有来自上帝。上帝所讲的话是人生上悬的权威，人必须服从尊叹。总是世人遵行上帝的话，并无随时就看到耶和华祝福满满，迎面来的却是满满的痛苦。所以世人讲，我受到极大的苦难，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我卑微，互人看轻，我受到患难忧苦。毋知伫你正做基督徒的历程中，是毋是也捌遭遇亲像世人共款的痛苦心境无？有可能是拒绝甲班上同学做伙作弊受排斥，也可能是拒绝受暴露、受恶势，还是关税、防新界警告，甚至是无五常地条，防陷入伫火炉，也是沙坑的内面。咱为着要坚守上帝话，结果人生却遇到排山倒海的灾难。假使早会知影安尼，你敢还愿意坚守上帝话无？遵守上帝话敢有值？彼得前书第1章第7节劝咱：信心需要经过火的试炼，才当锻炼出纯金。压迫患难，就亲像病毒快太济，会当测出咱对上帝信心是阳性还是阴性。马丁路德捌讲过：我的良心是上帝话语的俘虏，我袂当也袂当改变任何信念，这是我的立场，求上帝帮助我。世人伫艰困中，一面高举引带的灯，一面向上帝祈祷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求你毋通甲我放互压制我的人，求你照你的应允引带我的脚步，求你救我脱离人的压制，互我通遵守你的律例。为着搁较坚定遵守上帝的话语，咱必须不断祈祷，互上帝的话语亲像光灯引带咱人生的道路。默想，上帝话互我食到什么苦头，我着安怎祈祷？上帝话互我食到什么苦头，我着安怎祈祷？咱来祈祷，用灯
因错我的上帝，我的良心是你话语的俘虏，请帮助我，搁救我脱离凶恶，互我一生会存叹你的话语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